around you. Love shadow will surround you all through the night. Star rolling in the twilight. Tell me true. Hope whispering I will follow till you love me true.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这个我人生中从来没有计划过的一场音乐会，对，而且曲子也都没有彩排完毕，然后觉得很可怕，就是怎么会有今天？我非常的珍惜，对，今年是我50岁，所以是一个纪念的音乐会。然后呢，很感谢神的这样安排，很感谢大家来这边支持我，对。那么所以呢，今天我决定一件事。那个时候在安排有今天，我就决定一件事，就是我今天要牺牲摄像，为了真诚对大家，我决定把我不堪的作品也都拿出来。所以我今天，你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，我在大学任教很多年，我的形象就是老师。可是今天我什么形象都有，请大家不要笑，然后就走出去就忘记了。对，那个只是为了把曲子诠释好，然后把见证讲出来，所以完全没办法。好，我们今天先来谢谢我们最棒的乐团，好吗？苦瓜老师，我们最棒的2个吉他手，还有我们的贝斯，还有我们的维盛。这个苦瓜老师带领的不得了哈，这个民歌高峰会每年一定要找他的。你听过了什么潘越云、施孝荣，全部他来帮忙做，所以我实在太荣幸，今天请他，我再次的好，我今天有一个主题哈，今天有个主题，就是有一个见证。其实我的音乐见证太多了，已经讲过很多，所以我今天锁定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人生悲惨的一个面向，就是感情。我从小感情就非常的浓烈，所以呢，受过非常多的伤害，永远感情满足不了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最后下半场不要走开哦，下半场是答案。对，我要见证上半场到下半场的过程，就是从悲伤到那个那什么绝望到希望到从伤心到开心这样子，从没救的人生到被救赎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大家有听到我刚刚第一首歌，其实今天只有一首歌不是我创作，就是刚刚那一首，很好听，我很喜欢那一首歌，因为它很符合今天的主题。刚刚那首歌的前半段，他讲说我心在呼喊，然后心就坠落，真的是好惨。可是中间他说，但是 now 现在呢，所有都希望都来了。然后最后有一句他说，我要等到直到你爱上我。那这个爱到底是谁在讲？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你们也思考一下。或许到下半场，你就会找到那个呼唤你爱他的人是谁。好，现在开始，牺牲摄像开始哈。第一首我要带来是我的创作，世上最美的一页。这是我经历过的哈。对，这第一首叫做《
幻想式爱情，你有没有经历过？这边听说呢，会有很多高中生，有的可能知道，有的高中生请举手。高中生呢？高中生对，高中生你们没有谈过恋爱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还没谈恋爱要注意了哈。第一种被爱呢，就是幻想式的爱情。我们看看是什么状态的爱情，好不好？世上最美的一夜，我漫步香草原田，静静细问这场天，爱情是否在你我中间？月光洒落我心里，化作希望和甜蜜。我幻想在你耳边细语，说着你懂我爱你的心。月光时分，星星洒满地，一望天际，画上流星雨。夜空沉静，哼着爱的旋律，我乘坐夜莺飞向你梦里。月光时分，星星洒满地，一望天际，画上流星雨。夜空沉静，和着爱的旋律，我乘坐夜莺飞向你梦里。世上最美的一夜，我漫步香草原田，静静细问这场天，爱情是否在你我中间？月光洒落我心里，化作希望和甜蜜。我幻想在你耳边细语，说着你懂我爱你的心。月光时分，星星洒满地，一望天际，画上流星雨。夜空沉静，哼着爱的旋律，我乘坐夜莺飞向你梦里。月光时分，星星洒满地，一望天际，画上流星雨。夜空沉静，哼着爱的旋律，我乘坐夜莺飞向你梦里。月光时分，星星洒满地，一望天际，画上流星雨。夜空沉静，哼着爱的旋律，我乘坐夜莺飞向你梦里。月光时分，星星洒满地，一望天际，画上流星雨。夜空沉静，哼着爱的旋律，我乘坐夜莺飞向你梦里。我乘坐夜莺飞向你梦里。有没有觉得这首蛮悲惨的？就是一直在幻想。我幻想说这个你的心里应该会有我吧？这种是我尝试过人生很悲惨的一种感情。就我们会幻想，因为我才会写那么多音乐嘛，我超会幻想，光幻想我就很破碎，我的心里就很惨。对，还有下面的，我觉得也更惨。下面那一首我创作更惨的，这种叫做爱了不该爱的人，有没有很惨？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过？爱你不能爱的人是什么状态？来听干话，我喝一口水。这个一定要装水的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冷气啊，这个风很大。好，现在既然是这样，下一首。
因果，也不想试图叫我心作对冲。爱上你，什么话都不必说。不能爱，这个答案很伤我，理由是只是理由。我想破煎熬，想摆脱有温度手更高，你太减少，不敢期待你都能明了，假装没烦恼，让你都不知道，藏你在心中，直到天荒地老。爱你，什么滋味你都有，已经快要不能再承受，不想推给前世今生因果，也不想试图叫我心作对冲。爱上你，什么话都不必说。不能爱，这个答案很伤我，理由是只是理由。我想破煎熬，想摆脱有温度手更高，你太减少，不敢期待你都能明了，假装没烦恼，让你都不知道，藏你在心中，直到天荒地老。藏你在心中，试着把你放掉。这件事真是搅扰，对我时刻干扰，让我逃不掉，让我感觉很糟。我想破煎熬，想摆脱有温度烧更高，你太减少，不敢期待你都能明了，假装没烦恼，让你都不知道，藏你在心中，直到天荒地老。爽。可怜的人啊，这种藏着也不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实也是很悲哀，这种悲哀怎么办？好，下半场再说好了。好，这个还有哈，下一首也蛮悲哀的，而且这些悲哀都是我经历过的。对，然后在唱这首前，我顺便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做这些歌。其实我从小就听古典音乐，今天我很高兴，我家人都来了。拍手一下，我姐姐，我4个姐姐，还有我爸爸，我爸爸是90岁。对，那我妈妈卧床没办法，真的很可惜，我会全程录音给她。爸爸请爸爸站起来。我爸爸并不像90岁。然后还有惊喜会给你们。好，这个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资深的制作人，流行音乐制作人，他听到我写的基督教的诗歌，他就突然跑来跟我说：“哎，我觉得你的音乐诗歌我很感动，你就是写流行音乐的料。”我说：“拜托，我不听流行音乐的。从小我跟我姐姐都是听古典音乐的，我怎么可能写流行音乐？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你一定要写，快点，我给你邀。”我就说：“啊，好吧，我写写看好了。”就是因为这样写他来写一写，我还是觉得说很悲哀他就说写爱情的这种越悲哀越好，我就好吧，我把我的人生悲哀的经验都把它挤出来啊，所以才会有你们今天听到的。然后我写完之后就放在仓库，是这样子的，否则我这一辈子没有写过流行音乐。好，
好，是因为这样来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再来听哦，再回到现场，我们来听第4种，下一种悲哀的爱情，就是你反悔了，北湖啊。所以爱要趁现在。这首就是在宣传片中的曲子。悲哀的声音。驱走寒冬是你的爱情，凝结时间是你眼睛，触动我心是你的吻，时光停留在永恒里，而回荡你温柔声音，一层层思念记忆。如今你在哪里？我寻找你，却不见伤心声音，眼泪不停止，因为失去，伫立等待，直到你的出现，才便是如花的纯净。是我不该，始终不领悟，已爱上你还不清楚，求你原谅这份情呼，唯愿为你完全付出，心脉动你最初呼吸，你深深，你是真情。如今你在哪里？我寻找你，却不见伤心声音，眼泪不停，是因为失去，伫立等待，直到你的出现，才便是如花的纯净。填满我心是你的爱，时间静止在这等待。对，这首也蛮惨的。这一首呢，它就是在讲歌词，最主要的就是后面有一句：是我不该，始终都不领悟，以爱伤你还不清楚。我们常常这样，比如说我们不珍惜我们爱的人，甚至是家人，等到家人走后，我们在哭泣。我不知道我们对你的爱是伤你的，我以为我已经很珍惜，可是并没有。对，并没有，这是另外一种很深刻的悲哀。好，所以呢，大家要把握你现在爱你的人，然后去用正确的爱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爱，听下半场啊，好，那个小梁，下一首是到底为什么？好，现在呢，下一种悲哀。另类悲哀，什么另类悲哀？歌词是这样讲的：为什么你突然不太理我？
简讯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好了，到底怎么了？我会对你好，很好，真的，我会对你很好。其实哈，我这是写男生的口吻，对不对？其实是我在反映内在，我喜欢的那个人如果这样对我多好。所以其实我是在想象，如果我喜欢一个男生，他心里这样子在乎我，不晓得多好。所以这首歌是写给男生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男歌手来唱。来，我们来请呢这个我在教会认识非常久的蔡耀成。那我退一步再帮你合音了哈。谢谢。为什么突然你那么安静，不像以往说想我，越来越少问候的简讯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有人告诉我你变得美丽，脸上写着好甜蜜，我开始怀疑有一点不对劲，你的心飘到哪里？不要假装说没什么事情，不要只说我怪异。如果你是厌烦我们的关系，我会好好反省。你坦诚告诉我你哪里不满意，不要让我干着急。没有什么不能沟通的问题，我给你所有诚意。我虽然不懂说甜言蜜语，但我会好好疼你。我会尽力的去讨你欢心，给你最真爱情。为什么突然你变得安静，不像以往说想我，越来越少问候的简讯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有人告诉我你变得美丽，脸上写着好甜蜜，我开始怀疑有一点不对劲，你的心飘到哪里？不要假装说没什么事情，不要只说我怪异。如果你是厌烦我们的关系，我会好好反省。请你坦诚告诉我你哪里不满意，不要让我干着急。没有什么不能沟通的问题，我给你所有诚意。我虽然不懂说甜言蜜语，但我会好好疼你。我会尽力的去讨你欢心，给你最真爱情。如果你是厌烦我们的关系，我会好好反省。告诉我你哪里不满意，不要让我干着急。没有什么不能沟通的问题，我给你所有诚意。我虽然不懂
都说甜言蜜语，但我会好好疼你，我会尽力的去讨你欢喜，给你最真爱情，最真爱情，给你最真爱情。我们谢谢耀成。我常常跟他一起唱，那个在教会唱歌，对对，很温馨的声音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次谢谢。好，你看这个世界很悲哀，就是我想象，如果有我喜欢我迷恋的人，他可以这样对待我，这么在乎我，多好！通常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这也是纯幻想式的。好，下一个，我觉得也蛮惨的，蛮惨的，就是我从小就迷恋偶像。我小时候的第一个偶像是维也纳儿童唱团，大家很多人知道。那个我疯狂到睡觉、吃饭、考试前，全部都要听他们音乐。他们的照片一张一张看完才能够吃饭，看完才能睡觉，看完才能读书。他们演唱会一来，一离开我，马上就哭，在学校哭1个礼拜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，想不到，就在5、6年前，我姐姐他们在看韩剧，然后就突然，我想说看什么韩剧？他说《油画的月光》很不错看的，我说哦好，看一下，就一看，啊，朴宝剑，怎么那么可爱？朴宝剑太可爱了，然后我就去起底，朴宝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就他上面写，朴宝剑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，常常祷告什么的。然后我就砰砰砰，这个太符合我所要的菜了。然后我就开始迷恋朴宝剑，人生唯一迷恋的艺人，所以我就为朴宝剑写了2首。然后呢，这里面这个歌词里面呢都是有玄机哦。Love you， 你是我的人，这是因为在其中有一集，朴宝剑就有跟女主角说，因为别人来这样抢，他就说你不准走，你是我的人。然后这句话变成所有的那个就是喜欢朴宝剑的人都知道，所以我就用这一个 Love you， 我是你的人。好，然后你是我的人，里面歌词。高中生不要太迷偶像。亲爱宝剑，我心宝贝，云花月光下我们相遇。你深邃温柔双眼，触动我沉寂的心灵。你的笑容传递纯真善良，是充满我心的快乐，如阳光的热，温暖了我，鼓舞我生命脉动。Love you， 我是你的人，这是你甜蜜的承诺。我打开心房，让爱遇上你，诚挚飞进，满载憧憬。Love you， 你是我的人，宇宙最闪亮，宇最那颗星，心系你，守护你，真爱一生，冲向那个情。我里面还是一个少女心哦。亲爱宝剑，我心宝贝，云花月光下我们相遇。你深邃温柔双眼，触动我沉寂的心灵。你的笑容传递纯真善良，是充
希望有一天这首歌传到朴宝剑的耳朵里面。好，还有一首还是为朴宝剑写的，因为他很虔诚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是虔诚的基督徒。然后呢，他那时候他就说他妈妈很早就死了，然后就一直哭，他就说他就跟神祷告，所以我就很感动，幻想的也能够感动啊，这是我们学艺术人的悲哀。所以呢，我就写了一首为你祈祷。然后现在注意哦，其实朴宝剑呢，他爸爸妈妈说啊，他为什么叫朴宝剑？他说因为呢，他是神赐下来最棒、最荣耀的那根宝剑。所以我现在这一首呢，也要献给大家。你们把“宝剑”两个字改成你的名字好吗？心里想一下哈。然后，你看哦，为你祷告。就使得这一首曲子变成上半场唯一有盼望的曲子，其他都很悲惨哈。好，所以要把握这一首唯一有盼望的曲子。你的祷告，神都听见了。你是他赐下最珍贵的宝剑，他必祝福你，他必看顾你，因为你身上有他心上之情。你的纯真善良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我们都为你感到如此骄傲，真心感谢你付出的一切，我们愿做你背后的力量，为你祈祷。宝剑，我们爱你，永远支持你，上帝也爱你。当你的真之上活出困难境地，请不要忘记，我们一直陪伴着你。最珍贵的宝剑，他必祝福你，他必看顾你，因为你身上有他心上之情。你的纯真善良，众人都看见了，我们都为你感到如此骄傲。真心感谢你付出的一切，我们愿做你背后的力量，为你祈祷，宝剑我们爱你，永远支持你，上帝也爱
现在上半场的最后2首是要来的，这2首呢是一个特别的礼物。今年我爸爸90岁，然后我爸爸有一个秘招哦，他很喜欢写歌的歌词，写一堆。他一开始拿一堆歌词给我说：“你家红，你也当帮我破开哦。”我讲无可能。然后我爸讲：“你消化没有？消化没有？”后来我就想说：“啊，好吧，写写看。”小爸你知道吗？帮他随便写一写。后来呢，他居然其中有一首我跟他写的哦，变成南部歌唱卡拉 OK 大赛的指定曲。我突然很敬畏我爸，我爸太强了吧，比他这为高哎，所以我今天我爸爸来对不对？我决定要唱他2首歌，他做的歌词，我写的曲子。好来，这嘛是可怜的歌曲啦，好，开始第一条。做你好伴侣，真情陪你一过一年。为何真心将阮放一年，孤单飘拢去花野渡去？八代比分酒味，茫茫心空虚。歌声无影，目睭到身边，明知影注定爱分离，流恋过去原无意义。就我叹家己，情缘已断，只是梦过去。做你好伴侣，真情陪你一年过一年。为何真心将阮放一年，孤单飘拢去花野渡去？八代比分酒味，茫茫心空虚。歌声无影，目睭到身边，明知影注定爱分离，留恋过去永远无意义。就怨叹家己，情缘已断，只是梦无期。90岁哈，给你刚好送他这个礼物哈。他很喜欢写歌，很有办法。然后90岁还每天做，然后呢坐车去找什么卡拉 OK 的什么 High Class 的公司什么，把那个曲，然后他还真的把它弄出版，吓死我了。我接力架我真的上门都没有他那么厉害，真的太强了啊！
所以现在在唱今天的最后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哈，理亏无万谈，我是做唱的。吹着咱的美梦，你讲爱我愿，我愿，如今希望变相看，无缘的人，无情的梦，心内总是真。我要献花给我爸爸哈，祝他90大寿。帮我拍一下，特写我爸爸，不是我。很好，很好。你大概看你怎么干开家去的吧？有啦。那我惊点。无啦，无啦。因为我写的歌词很多了。只唱2条无够啊，干这个讲啊吼。哇！
有这场音乐会，还有几个神的带领很特别的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呢，有伙伴赞助了部分的资金在我这场音乐会，对，好，所以呢才有这个样子的一个念头要来开。然后呢，还有呢，我创立的一个合唱团叫佳偶声合唱团。我们这个合唱团呢，专门是想要推广诗歌。那这个我就觉得说，我们的伙伴就告诉我说，你应该出来走动走动啊，不然怎么会有人认识你，会有人认识佳偶声合唱团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后来想，对，我们就是要多出来唱歌，多出来活动。唱得好不好没关系，我们要让大家认识我们。所以呢，今天有这场音乐会，这场音乐会我会把它定调成是佳偶声合唱团的宣传音乐会。所以我今天在这边要宣传一下，因为佳偶声合唱团是我生的一个小孩子。对，既然我把他生了，我就要好好的养他。到走那一天，被主接走那一天，我都要把他养得超棒、超肥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恳求大家，如果今天你觉得我唱得不错的话，就外面有打赏金，这些打赏金除了扣除这边的高级乐手之外，所有的钱将奉献给佳偶声合唱团，做我们推广诗歌用。感谢大家。